各位观众，塔吉克斯坦当地时间7月5号下午，拉赫蒙总统在总统府前广场举行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，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5年再次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。这样是人跟看一下今天。行吧，这样。也不用特别多吧。那你送俩。这样行吗？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总统府前广场，当地时间7月5号下午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。已经瘦了。他基本上不会遇到这种问题，就一方面就是当面的，他想要Made easy, but this is Chinese. 大疆 Chinese model produced Yeah. in China and India. You see? Made in China. Yeah, made in China. 很小出来的。我俩你吃了几个？